来乡亲啊，这个热天日头真美，恐惊伫个不知不觉当中，都会伤害到咱的目睭。高雄一个男大学生到小琉球耍水，小连续伫个沙坡顶4点钟，敢若滴无啊，无挂乌人的目镜，结果目睭受到光害，疼甲挡袂牢，闪闪啊青眉。 日头沙坡美景，小琉球真正是足侪人享受假期的好所在。高雄一个大学生最近去遐耍水，伊敢若滴无啊，无其他的方便，对中昼12点到下晡4点一直泡热，无想到讲伊目睭严重受伤，一直在流眼泪，那完全眼睛都是睁不开的状况。眼科医师讲，透过仪器发现大学生的眼角膜有几百个小孔，这是工作性感冒炎。 伊有一间的视力，敢若剩0.4，点状的角膜上皮缺损，那一个眼睛大概约有数百点降低到只有0.4，而且没有办法矫正。日本的学者研究讲，日头的能量投射伫水面顶悬，折射率100%，就是讲你若看海水，就亲像讲你直接看日头共款。这点足侪人唔知影的。 经由水面到我们眼睛的折射率是100%。另外，细折射率80%，点啊加路面15%，草皮3%。医师建议讲，挂乌人目镜、滴帽啊、牙线，加一项工具，对目睭就加一个保护。目睭是咱的灵魂一汤，一定要好好啊保护。